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17，但以理书4章30节讲，伊的生涯非常伟大，伊的技术真有困难，伊的国度永远存在，伊的统治线到万代。三角来祈祷，你的生涯伟大，技术有力，国度永存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、至大、至圣的全能上帝，你是人民稳定、疼痛的慈爱天父，主啊！日头看天，暗落看地，就明白你的创造极其奇妙伟大。主啊，人算什么？你既然安尼看顾阮，主啊！对古早到现在，你的作为无人通比。主啊，我们一生见证你的带领，传扬你的技术，也予人人来认捌你。敬畏你，军队你，主啊！万国拢要来归顺你，万民要来学罗你的名，主啊！你的生涯非常伟大，你的技术真有困难，你的国度永远存在，你的统治线到万代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